镜周刊报道，林俊杰在小巨蛋举办的圣所演唱会于17日迈入最后一场，他火力全开演唱，更直呼听到歌迷的尖叫声让他起鸡皮疙瘩，满满感动，大喊我爱你们，为什么前3天不是这样？我想这就是人性，明天还可以得到的时候，小声叫就好，得不到的时候就尖叫。他更临时邀胡彦斌比拼抖音走红的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台上台下比拼嘴快，林俊杰细说，真的比绕口令更绕演唱会迈入最末场。林俊杰依旧精力充沛，下午彩排时，进甜食的他偷吃了一口红豆麻薯口味的车轮饼，但浅尝即止，生怕毁了进甜食多时的辛苦。他说：“真的很开心，连续4天开唱，从来没有过，体力状况还很好。”或许是最后一场，林俊杰也大聊双关语，先是要大家吃彼此，引人想入非非。他随后澄清是吃彼此互相做的菜，更笑着碎念说：“你们不要想歪。”听到台下歌迷尖叫，他竟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一直听到鸡叫？”随后更模仿鸡叫，玩笑话听得人雾煞煞。